这几档近代卫星发展是真受到重视，无人机的技术在国防方面嘛真重要。今仔日立法院就有一场座谈会，针对近代卫星甲无人机的创新来进行讨论，那么做伙来了解。 最近台湾周边海底电缆线受损的事件直直发生，若是拄到海底电缆线受损，会严重影响台湾对外的通信。目前台湾正在积极布建近代卫星，近代卫星会使伫拄到天灾或者是人为破坏时，维持和外界的通讯联络。拜二，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举办近代卫星甲无人机技术的国防应用座谈会，同齐讨论这两项技术未来的创新对台湾国防的重要性。把这个我自己的网络建构起来的话，会是最安全的嘛，对吧？你并不是跟别人共用，但是这个是个阶段性的目标。发展近代卫星的民间企业表示，台湾是海岛型国家，建立台湾家己的近代卫星安全网是一个发展的方向，也会当结合外国的资源，加强台湾的优势。也若发展无人机的民间企业表示讲，中共若是发动无人机攻击，影响两岸冲突，就会有大规模的无人机飞来台湾的领空。咱现处是要赶紧发展反制系统，做自我防卫。防卫型的无人机，它会更着重在去找到这些进入的无人机，然后用比较 AI 自动化的方式去击落这一些来犯台湾领空的这些中国的无人机。怎么样用最低成本去达到最高的反制效率？这是我们必须要去考量的。所以，不管是干扰，或者是主动反制，或者是用雷射，这些都是要相同并用的。针对发展无人机的反制系统，民间企业表示，目前台湾防卫型的无人机正在测试，下半年会有新的进度。伫咧座谈会现场，企业和专家学者拢强调建立区域合作的重要性，因为若是中国想要破坏卫星通信，也会危害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建议会使朝集体安全发展，提升台湾的国防能力。记者张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